爸爸，有妈妈，都这是妈妈。对啊，我嘛在想，拄者。妈妈在困是无？在困那个是妈妈。啊，你我的妈妈是有小 baby 的。哦，你妈妈是有小 baby 这个。哎呦，这是一个真正乌鸦龙。为什么是乌鸦龙？你看会出来吧？有一种哦，有一种对。你看鸭龙的模式是啥物？是直的还是滚滚的吼？对，因讲吼，乌鸦龙呢，因足介意的，因为伊走足紧的，走起来的时阵做成一阵风，我是走表比赛的冠军啊，所以吼，大家拢足介意。我甲你讲做名册，我那有甲好用来。哇，啊这咧，你感觉你看伊的表情，你感觉伊生气哦？好，啊你感觉？大条，你感觉呢？你感觉？我厝只大野狼，那会走才去。哦，原来想呢，那大野狼那会走才去。你看这大狗有感觉伊？啥意思？伊看顶悬。对啊，哦，你感觉伊看顶悬？哦，有可能，我嘛感觉伊对。是多一下来点。哦，你看甲伊哭咧，这是伊脚就对啊。伊安尼，哦，伊这个动作就对啊。哦，这像呢。我看伊遮啥吼，伊心内有代志啦。伊咧想讲吼，我虽然足够做料理的，啊，毋过其实伊走袂紧，甚至呢，伊是因兜走上慢的途啊。伊感觉足歹势甲人讲的。你看这个松林足水的呢，是啥物色的松林？红色个什么色？彩色，个朴色，个白色，个红色，还有日头上色。就记迄个看起来就像乌鸦龙。太阳，好歹的呢，你会惊吗？我会歹啦。想到伊是歹啦。你有啥物你讲伊是歹啦？睇雨伞，感觉是在拍伊。哦，你是像呢，对呢。啊，你感觉嘞？你感觉是安怎？睇雨伞是在出暖。我计好啥是要出？以前用雨伞上脑壳不安尼用的。哦，有动作乖啊。动作乖啊。测绘高台语。乌色，乌色，红色，红色，朴色，朴色，走真紧，走真紧。